大家等咗好耐嘅海欣花園裝修片終於出爐啦！450尺嘅白色家園木風日式家居，廚房用落地玻璃趟門做分隔，內部都跟足家居整體嘅原木風來設計。側邊預留咗擺放入牆式雪櫃嘅位置，購置廚房台面確保煮食空間充足夠用，唔少得感應式抽油煙機。廚櫃入面都有晒碗碟分類架，方便使用。仲有個嵌入式焗爐俾鍾意煮飯嘅業主用。返來客廳睇下原木多功能電視連儲物櫃。右邊用長虹玻璃門做嘅層架實用之餘，仲帶有柔和嘅視覺效果。天花板燈帶照明之餘，都可以做氣氛燈架。業主仲擺咗個充滿日系感嘅掛燈係走廊位添。主臥度新定做咗一系列嘅入牆式收納連衣櫃。房間嘅空間充足，可以放6尺雙人床。床頭櫃同上面嘅層架都確保有足夠儲物空間。油壓床都幫到業主手收納冇咁常用嘅物品。另一邊嘅客房面積就相對細反少少，不過都夠晒業主之後放單人床同簡單嘅家私啦。事不宜遲，帶大家睇埋浴室嘅佈局先。定製嘅洗手台連浴室鏡櫃非常實用。鏡櫃後方都有獨立層架空間擺放浴室用品。最尾來多個大浴缸，平時浸浴就舒舒服服啦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